生老病死四字涵盖了人类存在的全部，它们不仅是生命的自然规律，也是哲学和宗教思考的重要内容。通过对这4个方面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，以及如何面对人生的重重挑战。生命的开始是一个神秘而奇妙的过程。从受精卵的形成到出生，生命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学变化。每个生命的诞生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奇迹，也是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事件。在许多文化中，出生被视为新的希望和可能性的开始，它代表着未来的无限潜力和未知的旅程。人生的开端是充满潜力的阶段，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机会。在这个阶段，人们通常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好奇心。老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命进入了老年阶段。这一阶段通常伴随着身体的衰老和能力的逐渐下降。老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变化，更是心理和社会角色的调整。年长者在这一阶段常常反思过去的生活，总结人生的经验，传授智慧。社会上对老年的态度因文化而异。在某些文化中，年长者受到极高的尊重和崇敬，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被视为宝贵的财富。而在其他地方，老年人可能面临社会角色的边缘化和孤立。无论如何，老年是一个需要平衡身体、心理和社会需求的复杂阶段。病，疾病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疾病，还是慢性病的长期折磨，病痛都会对个体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。疾病的出现往往使我们感受到脆弱和无助，它不仅对身体造成影响，还可能对心理和情感产生负面影响。然而，疾病也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，它促使我们寻求医疗解决方案，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。疾病也可能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并促使我们对健康和幸福进行更深入的思考。死亡是生命的终点，也是生命的自然部分。对于死亡的态度因文化、宗教和个人信仰的不同而异。在某些文化和宗教中，死亡被视为一种新生的开始，是进入另一个存在状态的过程。而在其他文化中，死亡被看作是终结，是人生的最终终点。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死亡，它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死亡提醒我们珍惜生命的每一刻，并鼓励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。面对生老病死，对于生老病死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。首先，它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的，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瞬间，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同时，对生老病死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性。了解这些自然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接受现实，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惧。其次，对生老病死的理解也促使我们更加同情和关爱他人。每个人都在经历生命的不同阶段和挑战。通过理解他人的痛苦和困难，我们可以更加关心和支持身边的人。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，我们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，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人，也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幸福感。最后，对生老病死的思考还可以激励我们积极地面对生活。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，可以促使我们更加主动地追求我们的梦想和目标。我们可以更加珍惜和利用每一天，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同时也可以学会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。总结：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通过对这4个方面的思考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意义，接受生命的有限性，并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无论我们处于生命的哪个阶段，生老病死都提醒助我们珍惜当下，关爱他人，并努力追求有意义的生活。这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生活，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支持和关爱他人。